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来看立法院的外口，搁外口遮嘛是加滚。国民党一透早就号召着几啊百个民众，伫立法院的外口来抗议，包括国民党的立委甲地方的议员，徛起伫宣传战车面顶大声来喊休，讲拒绝收容，退回着提名落假陈局。天汉的大将邢仁兄是绑着头大现身，甲民众企图要冲破这个封锁线，伊爬过这个铁架啊，要冲入去立法院去轰炸落来。就安尼，群众甲警方爆发着严重的冲突。立法院群现后外口有真侪警察、铁架、烟线马围条条，抗议群众想要冲过管制线冲入议场。早起8点开始，抗议群众有几啊摆甲警方爆发激烈的冲突，场面真混乱。为了要当立法院今仔日监察院人事案的同意权投票，国民党今年发动真侪群众去抗议，其中天汉的5号将现任哥冒到现场。民主行30-40年，互我看到的只是一张笑话。有看到后壁这拢无，这都笑话啦！我们要求退回提名，我们拒绝抽佣，拒绝贪腐，拒绝东厂，好不好？除了国民党主席江启臣甲立委上台面对群众，阁有请7爷8爷的阵头出来，讲要掠鬼，抗议民进党违法投票，何项当局做监察院长。在国民党强烈的主动之下，立法院场内甲场外共款无平静。